现这个全世界总共有77个国家加速度咧注这个新冠病毒的预防射，也毋过有超过60成的疫苗拢集中伫咧富裕的国家。非洲岛国家才分配到25剂的这个新冠病毒的疫苗。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忍不住来讲重话，讲这等于是互世界上上介善食甲上脆弱的人活伫咧危险当中。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亲身注疫苗。新加坡2020年底开始注疫苗，是亚洲新注疫苗的国家。全世界注疫苗上普遍的国家是以色列，平均100个人到57个人注。 עוד כמה שבועות יש לי בגרות ראשונה, אז חייב להתחסן, כאילו היום כל מקום שנלך יגידו לך לא התחסן. 亚洲真侪国家已经开始咧注，印尼注50万剂，印度注3950万剂，剩下有中国和沙特阿拉伯。不过上我咱台湾的日本、韩国、香港和泰国，已经为月中开始注疫苗。 全世界疫苗注超过60成，集中伫咧有钱的国家，佮以欧美国家注的人上济。美国注的量超过3200万剂，英国是979万剂，欧盟注射率的前3名是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非洲几内亚人口就要1200万人，所敢若分到25剂疫苗。Just 25 doses have been given in one lowest income country, not 25 million, not 25,000, just 25. 疫苗的分配会当快出分袂平。世界卫生组织呼吁每一个国家做疫苗生产的公司应该愈公平来分配疫苗。